今晚先講下熱帶風暴米娜逼近，1號戒備信號生效，至少維持到聽朝早9點。天文台聽日評估係咪要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市民更加要注意另一個氣旋已經喺西北太平洋生成，下星期可能會以超強颱風嘅級別威脅本港。熱帶風暴米娜進入香港400公里範圍，外圍雨帶開始影響華南沿岸。晏晝開始多區落大雨，喺沙田石門，唔少出外嘅市民冇帶遮。天文台更加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話可能有冰雹同強陣風影響。天文台預料米娜持續增強，並且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之後會受東北季候風影響，轉向偏西方向移動，移近珠江口一帶。天文台就會視乎米娜嘅強度啦，佢持續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變化咧，評估是否需要喺聽日嘅日間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預料聽日嘅驟雨就會逐漸咁樣增多，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雨勢有時仲會係頗大。不過市民亦都要留意，喺菲律賓以東嘅西北太平洋，另一個熱帶氣旋已經形成，未來幾日顯著增強，下個星期2進入南海東北部，更加可能以超強颱風嘅級別靠近華南沿岸。呢個風暴嘅一個特色呢，就係佢會繞過呂宋島，然之後進入南中國海。咁即係換句話講，喺個過程當中，佢唔會受到呂宋嘅地形嘅影響而減弱。咁所以咧係會有機會去增強成為一個超強颱風啦。最接近香港嘅成個距離啦，都應該係比17年嘅天鴿同埋18年嘅山竹係更為遠啲嘅。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可能佢造成嘅破壞咧，就未必及得上山竹同埋天鴿。天文台預料下星期3本港風力有機會達到9級，即係平均風速達到76至87公里，會有狂風大驟雨、雷暴同風暴潮。無線電視記者黎慧儀報道。而喺澳門1號風球生效，預料今日維持。澳門氣象局話，米娜聽日日間進入澳門200公里範圍。由於米娜嘅環流範圍比較細，同時強度同路徑仍然存在不確定性。聽日清晨到早上改發3號風球嘅機會係中等至較高。另外，預計因為風暴潮出現水浸嘅機會較低。澳門聽日開始有驟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風勢增強。星期6會有頻密大驟雨同雷暴，並且有陣風。低洼地區可能因為短時強降雨而出現水浸。至於內地氣象部門就預計，米娜將會喺聽日中午至夜間喺廣東揭陽惠來至江門台山一帶沿海登陸。廣東東部西南沿海同海南島等地喺未來2日有暴雨。當局提醒海上交通同活動等需要注意防風避險，陸地要防範強降雨引發嘅次生災害。國鐵廣州局根據降雨影響範圍，聽日開始到後日部分列車將會停運。